好，6分后早吼，咱直接开始。1655年5月初7，拜五，共款无重要的代志。哦，这昨读到5月初6，共款是一句话尔吼。好，5月初8，拜六。好，今仔日就小可较长一撮。上午，长官阁下对普罗宾西亚转来到遮，即几工伊伫遐详细来巡视迄个城堡、马条、公司的庭院以及附属的建筑物，并且拢照警方的需要来下达命令。伊即个庭院即个院里吼，是用即个草字头，我查即字要怎读？湾里，我记是湾里即个湾吼。即个读做湾物就是物主的意思。哦，湾是市禽兽的所在吼。花园叫做湾吼，庭院。所以我应该都要读庭院的，我甲读做迄个院吼，边院迄个院吼。花园书院的书院啦吼，书院，阮讲字院吼。药名嘛叫做院，仙院。人的字姓叫做湾吼。捌看过即个姓吼，湾。读湾的时阵是姓，读湾的时阵就是花园、市禽兽的所在，或者是住院吼，湾。庭院。好，详细巡视迄个城堡、马条公司的庭院以及附属建筑物，拢照警方的需要来下达命令。长官阁下今仔日伫普罗宾西亚收到政务员 Hartwell 对荷伯人寄来四期是本个月4号的来批，并且早转来遮吼，内容如下。好，咱来看即张批。上述的 Hartwell 接到阮送去的命令了后，就知吼，就是去查啦吼，知影讲最近伫遐所发生的该暴动的即个缘由吼。之前有提到讲遐也发生暴动，但是毋知影原因吼。即摆要报告吼，代志是安尼发生的。有2个少年人去该村城外面迄条小溪吼，细条溪的北边遐去灌水，结果煞烧拍起来吼。迄时因拢无炸武器吼，迄时该社的社民去拍拉转来，有一群人就去看因烧拍吼，才开始出伫后现吼，要去看讲因烧拍结果如何。迄时迄2个少年人当中的一个气力较弱吼，较弱啦吼，边仔看的朋友就插手吼，去斗相共吼，所以对方的人嘛加入去打斗，其中一个还阁有炸着即个拍拉的武器，所以呢，双方因为身仇俱恨吼，一时即个怒火才规个倒起来吼，激烈打斗起来。以早伫个4月28号，顶个月吼，伫4月28号所写有人被拍死的迄战书，经过的情形，经过证实是安尼。我咧看这注脚第1条，迄是文件编号尔啦吼。经过情形，经过证实是安尼，就是向拍死迄个人名叫做塔贝勒塞，伊含一个名叫做塔拉贝勒罗的人哦，一个剁手扑倒哦，
这个字不要读了哈，搏斗这个搏哈，搏斗的搏哈，我袂有个有着吼，扑吼，扑倒吼，另外一个音是切吼，切是咩？切土，切做一堆，切等于是肉。切土切做一堆肉土，等下查这个动词，咱先来看扑，扑是用手三脚叫做扑哦，踢、做、手拍哦，用手拍，这拢是扑啦吼，所以踢、做、手拍哦，拢。手拍、手哦，拢是扑，扑倒就是用手三脚啦吼。好，这个切字吼，切图。我先来查一下，伊讲切等于是肉。若无用毋对啦吼，阮的讲法是叫做辣。我看嘛，切肉，这规条啊切，炸干大力大书店，切CHEK 第8声，切就切啊面迄个切啦吼，就是顶下安尼叮当叫做切吼，摇动叫做切，心肝着惊嘛切吼，心肝切一个吼。例句顶个叮当吼，震动叫例句讲地米切互伊砸吼，切济，就是切啊面迄种切法，迄种你摕人迄切啊面搭你切面吼，迄个动作就叫做切嘛吼。Stop。OK Google Stop。我迄阵忽然间家己说好，好，就讲切啊面的人，面搭你切啊面迄个动作叫做切吼。啊，地米切互伊砸，就是地米是你若地米你知嘛吼，就是人啊吼，松嘛吼，你甲切的就会较砸吼，砸就是宝石吼，叫做砸，较紧致紧密啦吼，叫做砸。切济就是切互你上下震动安尼，或者是摇动吼，物件就会切济嘛吼。第三个例句是圆仔切甲伊下呢，圆仔切甲下恁或者是下呢啦吼，就是有人个囡仔抱伫手诶，啊，着踮遐切个，结果煞切到煞吐呢啦吼。我是袂讲下呢，我讲一恁啦吼，即安尼写我读袂准，英文读袂准。好，船一直切吼，船的上下震动嘛吼，船一直切吼。地动厝掠在切吼，地动的时阵甲厝掠在切吼。切削是啥物意思呢？切削是调涨的意思款吼。好，心肝切一个吼，心肝掠在切吼，就是着惊的意思吼。无拄则迄个肉的迄是讲甲切土切做一堆有无？阮讲辣，就是甲土捏作一团的吼。那华语安尼讲吼，我的意是这意思，但是我目前看袂出来吼，因为阮嘛无安尼讲切啦吼，或者是肉，我拢较无安尼讲。好，来查肉看有无 ？JIOK 第8声。嘛无，大理大书店嘛无即个意思吼。肉有衰弱的肉，有迄个华语解释叫做叠垫，
第一点就是移做的款啊，叫做伊讲移入吼，入啊，汉字是被入迄个入啦吼，入。所以无过来，我拄则讲，阮讲落 LAK 第八声。哦，落两字啦吼，一个是数字迄个落，一个是即马我要讲的吼，伊写定条，就是抓住叫做落吼。譬如讲，例如讲落头毛，就是抓住你的头发吼，揪住你的头发，或叫做落头毛。QQ 落落哦，哦，这是 QQ 落落的拉拉扯扯吼。落我的拳，落我的拳就是，落我的拳啥？掌权呐，叫做落拳呐吼。过来是例如讲，话凊彩落，话凊彩落地就讲吼，凊彩掠着什么话就讲安尼吼。落就是有迄个抓住的意思，比如讲落我的拳就抓拳嘛吼。QQ 落落吼 ，Q 是拉嘛，落就是抓住拉安尼吼。所以落头毛嘛是抓住头发，所以即个落伫华语里当用抓吼去理解或者去翻译吼。落着火管，抓住火管，我毋知啥物叫火管，我看嘛意思讲，带着手拢袂摸伫个某吼，叫做落着火管吼，就是带着手拢袂摸伫个某吼，落着火管，所以我起来做着即句话，落着火管吼，落着火管吼。第二个落是烂水吼，衫落无穿去，赶紧落吼，烂洗。所以我讲的即个衫落无穿去，就是洗衫的时阵爱抓着。伊讲烂洗吼，我是感觉即个鬼说，我感觉较无含我所理解无啥完全符合啦吼。赶紧落，衫落无穿去，就是你洗衫的时阵，嘛是，迄衫嘛是安尼，束的。阮对，拄则是讲束，拄则讲束嘛吼。其实阮讲束啦，我即摆一直找无迄个较符合的迄个动词吼。阮讲束啦吼，袂讲。袂用甘字典所用的即个切吼，切图，阮讲切图吼，甲图抓成一团，叫做切图吼，切做一堆安尼吼。啊，即摆我知是另外即个落字吼。当然嘛，图嘛是落嘛，落做一丸安尼吼，抓成一团嘛吼。所以落会使，过来是切吼，我过来查即个切。CHHIOK 第八声，哇！即个动词哦，还是今仔日读着这才想着，无其实哦，迄动词用的着过去啊，无去绝对袂去专工去想讲哦，即里面怎写啥物意思安尼吼。切，大字大词都有收吼。来，咱来看右三个规则，一个是年龄就是华语讲年龄啊吼，年龄又用迄个标的注音个年龄吼，年龄所以就是例句讲路尺，我毋捌听过呢吼，路尺好。第二个就是尺图，歹势，第二个是尺入物件，有无？所以就是甲拄则是甘字典是用什么？用切，伊讲切等于肉吼，啊，所以我拄则专工查即个大字大词典肉，结果无看见，因为规则过来吼，肉物件，所以规则颠倒伫咧家己本身即个词典册无吼，肉物件就是切物件，就是即卖叫切物件。啊，讲起来就是就是你用手指头去抓取安尼，叫做捉吼，或者是捉吼。
手指头去抓捏啦吼，毋是干那抓尔，就是捏刺的叫做戳吼，安尼才叫做戳，毋是干那掠钓是捏戳的安尼吼，叫做戳吼。所以例句是戳头，或者是戳爪兄雕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下我看日文版吼。第三个是用骹去搭吼，骹搭嘛叫做戳吼。例句是囡仔戳水，囡仔用骹去打水吼，戳水安尼吼，戳牛屎，骹去打牛屎哦。OK， 有时啊，譬如讲你要洗什么颔龟，洗什么咸菜，无你用骹去打安尼咯，戳骹去戳吼。用手嘛会使叫做戳啦，用骹嘛会使叫做戳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好，来我看下日文版，什么叫做戳爪兄雕？什么意思啊？戳爪戳爪耳塞啦，伊是咧写啥？我日文版是安尼，我看即个卡那的音是戳爪耳塞吼，就是甲纸揉成一团，把它丢掉吼。我看伊日语大概意思是安尼，卡米奥。梦的 style 吼，梦的用梦的，我是今仔日看到吼，揉吼，就戳爪耳塞，把纸揉成一团，把它丢掉吼。好，戳爪耳塞。好，戳字呢有其他腔口，台湾腔叫做肉吼，肉就拄只甘利店即个肉嘛吼。所以伊是因为无共腔口，伊敢若收戳字，所以无搁收即个肉字啊吼。所以安尼知影意思吼。对来讲，改说讲肉物件，其实就是用无共腔口去改说即个字戳吼。好，台湾腔叫做肉，啊，另外即个毋知倒位的腔口，敢若是泉州腔，叫做切吼。啊，这应该是江埔啦，江埔漳浦嘛吼，读做热吼。好，戳、肉、切，拢是共款意思的一字吼。为什么查到遮来吼？哦，因为我要读朴字嘛吼，搏斗、朴斗吼。朴是徒手相搏吼，叫做朴啊。但是伊共款即个汉字，佫用会当读另外一个叫做切吼。伫大理大字典吼，伊是袂用搏斗即个搏，伊是用团，对是团的，就是专心迄个专边仔一个提手旁吼，提手边吼。所以我咧摇是毋是即汉字？写毋对是安怎？我看卖日文版，对啊，是用即字啊。好啦，这汉字参考啦吼。好，朴吼，因为朴来学着戳吼。好，咱转来日志遮来看即个去用拍死的吼故事。讲迄个拍死叫做塔贝勒色的吼，伊含一个名叫做塔拉贝勒罗的人吼，算徒手搏斗吼，徒手搏斗吼，徒手搏斗，就是空手相拍啦吼。塔拉贝勒罗的兄弟名叫做塔泽勒罗吼，也加入打斗，并且用矛来拍即个塔贝勒色友的头。塔贝勒色友是伊兄弟咧，伊即马这吼拼音，因为音阁足接近的，啊，台步阁一堆吼，所以塔贝勒色友，啊，这两个人名阁遮近，一个叫做 TAR 哦好，是 塔拉贝勒友啦吼。啊，去用拍是迄个叫做塔贝勒色嘞吼。好，
塔拉贝内哟吼，的兄弟名叫做塔泽内罗吼，也加入打斗，并且用矛去拍迄个塔贝勒塞勒啦，台步你拍毋对吼，去用矛去拍伊个头，矛是矛，我读对啊毋对，矛盾迄个矛。时间50分，好，即个会当读毛皮面毛，嘛会当读无皮面毛，吼。好，来看大理大书店。大理大书店有写有收矛盾或者是矛盾吼，两个音拢会使吼，一个有鼻音，一个无鼻音吼。矛盾甲矛盾拢有吼。古一字是矛极吼，矛极吼，矛极吼。自相矛盾吼，拢会使，这是大理大书店所收的例句吼。自相矛盾。我来转来日记遮吼，即个话题就是拍人的迄个伊的兄弟用矛去拍迄个死去迄个人，塔贝勒西哟伊的头，地到塔贝勒西哟算倒送遐，吼倒送遐，倒伫涂骹。另外迄个兄弟就甲即个矛甲抢过来吼，继续来即个塔贝勒西罗伊的腹肚，插两个点半针灸了后，迄个人就因为安尼来死亡。即个经过的情形有4个人会当做证，这4个人当中已经有1个人来做证，另外3个也会甲因调来问啦吼。因的证词以及迄寡罪行将会呈送来台湾遮，伫即个期间也将会不动声色来掠迄2个兄弟吼，以免因逃亡。其他迄寡参与暴动的人，因为人数真多，只好由愿互因悠游自在。除非会当决议派30个到40个士兵去遐去冲拿即寡上有嫌疑的人吼，并且规担咧即只吼，规担咧台湾遮甲规2-3冬吼。Hartwell 认为讲安尼做将是一个真好的示范，用来吓惊其他邻军的村社，互因来谨守规矩吼，就是互因知影通乖乖啊吼，毋通学袂来。今仔日游玩是平静温热的天气，所以张批读了吼。今仔日游玩是平静温热的天气，有一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放哨啊，坐9个人空船。也有5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坐268个查甫，再有6万各217斤鹿仔肉，2万各791斤咸鱼，1754斤虾仔，855斤蚵仔，3200斤福尔摩沙一丁，416斤鹿仔脚，75斤油，6道的馍仔。5月初9礼拜日。吹东风甲东北风，好天敬拜上帝日子，礼拜日嘛吼。5月10号拜日，这是热的天气吼，真热的天气。下晡吹来凉快的西南风，河马人的杀人嫌犯名叫做塔拉贝一个台步吼，塔拉贝洛罗甲塔拉贝塔杰内罗的2个兄弟吼。L 其实是西班牙语是读做 E 啦吼，毋是读做 L 吼，所以应该是塔拉贝洛友。我虽然这应该是荷兰文啦，塔拉贝洛友甲塔贝杰
他这内容哦。哦，因为这杀人嫌犯两个兄弟吼，已经如上述，今仔日用什么意思？应该是白伤吧？伊写好无人迄个人伤吼，应该是白伤我咧用。今仔日用白伤的一只高野船，由一个下士甲毋知几个士兵吼空白，毋知几个士兵监护对遐对什么所在，好无人吼来台湾遮受禁伫即个顶站的城堡，有两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坐96个查甫，载有19694斤鹿仔肉，5441斤咸鱼，977斤虾仔，550斤福尔摩沙丁，75斤沙鱼油，76斤鹿仔脚，也有两只篷船对此地航往本岛北方的南坎，坐22个查甫。载有150袋盐，350包西奈的薰草，10袋小麦，会是安怎？哇哩，哦，好，歹势。我麦有开啦吼，但是无啥我家己毋知啦吼。来，我离开一个，搁入来吼。我 make a moderator， 然后我来 leave quietly， 然后我这个入来，然后我搁开麦克，安尼有听吼。因为拄则。我麦克是有开，但是无啥，我家己毋知啦，无注意看。好，好啦，歹势啦吼。刚才你有甲我讲吼，但是吼，阮母后听着是上重要。但是我毋知伊即马搁有伫遮无，看敢若无。好，我即马拢叫伊入来听。到遮吼。有两只篷船对此地航往本岛北边的即个南坎，坐22个查甫，载有150袋盐、350包西奈的薰草、10袋小麦、5袋幼布、50袋空颜布、12担乌糖。过来5月11号礼拜2，迄两个好无人。当中的一个就是即个兄弟啊，即对兄弟啊吼，其中的一个名叫做塔拉贝内尤的，根据有 Hartwell 先生的来批，即个人所插迄两处重伤是互迄个原住民死亡的致命伤，或就是即个塔拉，其实是迄个塔切贝内尤啊，好不管啦吼，反正就是即个叫做塔拉贝内尤的。伫咧加罗尼，家己掉岛自杀咯。这真正是悲哀啦吼！所以就决定要将伊的尸体骹吊顶头倒吊伫咧甲刑台上吼。就是虽然死啊，要完了照要搁甲刑就对啦，要甲倒吊安尼啊。无啥，已经无啥物意义啊，人就死去啊吼。但是咱知影吼，咱读过遮侪条即个案例啊吼，就是荷兰人拄着即种情形，即种罪行吼，其实嘛是判死刑啊，你免家己吊嘛是死刑吼。好，今仔日上午，阮又搁收到政务员Hartwell。对荷无人寄来四期本稿个9号的来批，主要内容是咧确认讲伊最近伫本稿个4号所来批甲阮讲的代志。
就是迄三个人伫打斗的时阵，伫咧昨昏被送来遮的迄两个兄弟啊，各举一支矛吼，对迄个人打斗。即两个兄弟当中的一个名叫做塔拉贝内友的吼，塔拉贝内友啦吼，甲迄个人打倒地上，甲拍脱开了后，也毋肯罢休吼，佮用矛去插伊。显然，迄个人就是因为安尼才死去吼。本来你甲拍伫倒涂骹，莫叫插袂死啊！你一插个人就死。用刀啊插人吼，这死的即个几率足悬。就算即嘛，即个时代吼，医学遮尔发达，你若刀啊插对身体，莫用刮吼，莫用扑的吼，直接插落吼，迄个人无命的机会足大吼。就算即嘛即个时代，所以你就知吼。因此呢，严厉来质询迄另外迄个兄弟了后，伊讲伊只是加入打斗去帮衬伊的兄弟而已，但是因被送来遮以前拢坚持护任，甚至护任讲去过迄个附近吼。现在因为押送这两个人，又搁引起因的朋友甲其他人袂遂即个骚动吼。宣扬吵闹，强无法度安静落来，结果将会如何，抑阁有待时间分晓。算，因为甲这两个人了解，等到代志煞无解平静了吼。最近派去遐的迄寡士兵，互迄边的人数增加真多，因此现在也互迄边真欠缺物资。Hotwell 请求对此地补给2个月份的生活费甲粮食。伫伊迄个地区的其他的村社状况拢良好，愿上帝互即个情况会当得以长久继续落去。也是共款真热的天气，也阁有西南凉风吼，伊5月啊吼，伫台湾5月足热的吼。我会记得一个我头一摆来美国吼，来遮算出差啦吼，来遮2个半月款。我伫个2月中来，我转去的时阵是5月初吼。5月初，我迄当然是去加州啦吼。5月初伫加州阁凉凉啊安尼吼。结果我是落飞轮机。到出一个屯机场，哇！迄送来迄个小风哦，哇！这台湾哦，差足多哦。哦，印象足深啦，所以然后前后一天吼差别吼。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新港啊，坐12个大波，载有86稻米、18稻切、100担盐、15担乌糖、70领原住民的一个鱼啊，8领柚布，8袋柚布啦吼，20袋精致的乌色棉布，柚棉布就对啦吼，4领新仔人的裤，20袋空蓝布，150支中型甲6支大型的朴刀吼。或者是阮讲挂柜吼，其实我细汉时我听咧音是挂柜，但是我是认为我后来查就是这1-2年吼，查字典书店查着是挂柜吼，所以我就改读挂柜吼。21捆的稻罐，1篮的饭碗，7包鲜仔的薰草，500支针。针就是针吼，阮的音讲针。2股阿拉酒，挂过我就无爱搁查啦。我较早应该捌查过有迄相片互各位看吼。有一粒像关刀的迄个刀头安尼啦吼，叫做挂过吼。但是关刀是迄个刀刃吼，
刀刃的台语是安怎讲？关岛的刀刃是伫迄个弯翘的即个外面嘛，吼外缘。但是挂过是伊的刀刃是伫弯翘的即个内缘，吼。好，咱来查一下刀刃是安怎讲？刀吧，毋知吼，后边有吼。鬼手刀刃。我查一个刃里头，无看到刀身刀把，我拄则讲刀把，我摇啦，但是我印象中我毋知伫倒会看到吼。其实我较安尼听刀把，就是刀刃吼，刀把刀吼。但是刀把刀，我感觉刀把用刀身去改做较准啦吼。刀刃可能无介适合刀把。我看搁有无？刀喙，刀刃刀喙吼，刀喙器吼，刀刃缺角吼，刀喙器，刀喙也袂捌，就是刀伤刀的伤口吼，刀喙也袂捌，这是两个鬼说，一个是刀刃，一个是刀伤的迄个空喙吼。另外一个叫做刀迷，刀迷就是伊讲是刀的刃吼，伊个刃等下查一间字典看要怎读吼。刀迷刀迷是刀芒，就是刀刃弯曲，伊规则安尼写嘛吼，刀刃弯曲叫做刀迷吼。刀呢是刀背甲刀刃中央扑起来的棱的一棱，叫做刀呢啦，还是刀呢？刀背刀刃中央扑起来的一棱，真好想象啊！毋知你讲啥？好，刀迷就是刀刃，若刃呢？我来找即个刃，敢有即个刃？无，大理大书店无即字。甘字典呢？刃就读做刃吼 ，JIN 第7条。好光的刀叫做刃，内刀叫做刃吼。三台的刀叫做刃，刀刃吼。你若要考试笔直接读刀刃的刀刃，但是白话应该是刀迷啦吼。刀迷，或者是刀喙吼，即拢应该是真适合。刀迷、刀喙吼，刀迷、刀喙 ，OK。好来，咱转来10:10分，日子者5月12号拜三，好天，吹凉快的北风，顶半暝。要到3点钟的时阵，阮伫厝地，就是伫台湾遮吼，感觉到真强烈，而且持续真久的地动。半点钟了后，又搁一道地动，无讲介强烈吼。迄当地动无啥物灾情哦，咱毋捌看过伊讲地动发生啥物灾情吼。迄当阵无管楼嘛吼，厝一般。当阵原住民厝应该是拢是用竹架去起的吼，竹架去夹起来吼，竹架厝吼，所以地动毋惊地动吼。日人遮社堡是石头去贴起来嘛吼，真栽嘛吼。
5月13拜四。较早我捌看到另外一个什么岛，我袂记诶吼，伊荷兰人伫共日迄个时期1620几年时阵，伫咧印尼这只迄个芳寮群岛吼附近其中一粒岛啊，可能是迄个叫啥物件，煞袂记。迄粒岛顶头又起一个城堡吼，规模差不多是含日兰野城差不多。我看迄个城堡迄个相片吼，哇，迄真正是足看来足勇诶吼。我有机会我再找一个，我再分享迄个图，大家看吼，相片毋是图。5月13拜四，也是四四诶好天，凉风对北方吹来吼。本5月10号对胡某人押送迄两个受犯来处队迄两个士兵甲迄个下士，今仔日早起坐一只高野船离开处队，转去遐吼，转去胡某人嘛吼。因也炸一张批去互派驻伫遐诶政务员 Hartwell， 内容就敢若讲为着袂搁引起惊吓骚动吼。顶面已经讲过侪摆迄件即个暴动吼，暴动事件爱互伊平息落来，因为迄个罪犯已经自裁，就是迄个凶手家己自杀，并且已经处罚吼，所以对迄寡参与该暴动的其他的人，咱应该先去抗因吼，毋通搁再行动用武力吼，就是毋通搁再用武力了吼。来毋通应该先去抗因吼，来去抗倒因吼，苦抗因吼，莫用武力去纠正因吼。无定安尼会有搁较好的效果，同时因必须要继续提高警觉。长官阁下也派下属商务员 Cornelis Luswinkel 和目枪的工头叫做 Class Arebos，Class Arebos， 毋是歹势 ，Class Arebos， 拢读毋对。来下底注脚有小解即个人来看者，就简单诶，写讲即个人是罗特丹人，1647年伫台湾做工，1655年甲556年担任日兰野城目枪作坊啦吼，目枪坊诶主管吼。所以也写讲是目枪的工头。即个下属商务员甲即个目枪工头骑马去南平的即个药港，要去遐的即个树林调查。药港差不多是兴达港遐啦吼，要去遐的即个树林调查吼，看讲遐是毋是有像最近几个先仔人甲阮讲的安尼。因讲伫遐的一片平地上，生长真侪真悬的栗子树吼，栗子树吼，栗子树，因也摕迄寡树的果子来互阮看，真适合做茶娘甲其他的木材。若是讲发现确实如此，就要转来详细报告该树林、该即个森林吼的状况。等下查即个森林的森要来读吼。譬如讲，迄寡树是啥物树，会当做啥物用途等等吼，叫因转来报告啦吼。森林的森，甲阮姨丈因小弟有即字汉字吼，因拢叫阿三吼。我先查甘字典。甘字典若收一个音叫做心吼，心，心情迄个心共音吼。大理大词典呢，嘛是讲即个心尔吼，所以迄个阿三即个音安怎来我毋知吼。心严，大理大词典收三个词，一个是心严，是文言词吼，有飘讲个文。心灵
森林吼，就是树林，规则叫做树林，就是森林啦吼。过来是森罗万象，啥物意思？文言词，逐所在的各种现象叫做森罗万象，森罗万象吼，森罗万象吼，知影就好啦吼。至少以后人甲你考吼，你读会出来吼。森罗万象，好来继续，咱来看5月14拜五。已经17分了，天气如同昨昏一句话尔。5月15拜六，按照阮3月12号公布的报告，今仔日伫楚地台湾以及伫咧赤坎的阿姆斯特丹农区、Delft 农区甲 Horn 农区，用中文甲荷兰文打出告示，通告上述农区的所有地主。必须将因的证件摕来楚地公司的庭院，好，庭院的庭院庭院，但是这个院毋是迄个病院，迄个院是庭院好，为此特派的代表来审阅审阅啦审阅，规定讲。规定啥物？阿姆斯特丹农区的地主必须伫本个月24号、25号，就是拜一甲拜二摕来。Delft 农区地主必须伫咧末后迄个礼拜的拜一甲拜二摕来。Horn 农区的地主是伫咧搁再8天后的迄个礼拜摕来，摕物件来审阅毋知要创我嘛毋知。暗时开始落雨，但是又搁忽然间停止落雨。今仔日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坐50个打补，载有9113斤的鹿仔肉，11650斤咸鱼，632斤蚵仔，500斤福尔摩沙丁，200斤糖水。然后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德产，坐8个打补，载有121袋米，30袋切，1袋小麦。70担盐，6担糖水，7包鲜奶的薰草，8袋柚布，1660支各种的刀仔，20捆的刀管，2罐阿拉酒，10捆粗大的饭碗，200支针，就是针5月16礼拜日。圣神降临节这是基督教的一个节日啦一个节日叫做圣神降临节、圣灵降临节透西北微风，真热的天气，伫教堂敬拜上帝的日子，这个礼拜日嘛下午下息上无完，卢斯温库甲目唱工头 Class Alebos 对南部转来遮，就是派去查看查嘛。去看迄个森林内底的茶嘛所以为虾米叫做目唱工头去，就是安尼这专家嘛因是伫咧本个月13号被派去遐调查，迄地区是毋是有适合做木材的即个树林，像西南人甲阮讲的安尼因报告讲，因发现即种森林咯，也展示一批历史，互长官阁下看，并且肯定来讲，因去到迄个倒山的后面。倒山，咱等下查者即只有啥物倒山，是毋是半屏山自即个立胎约到596号里的所在，一个非常水的原野，伫遐有真悬大的树木，顶头结有即寡果子，就是栗子迄寡树木拢真好扑，真好读迄座森林的大小有偌大，因不得而知，就是因毋知影讲迄个森林到底有偌大。迄寡树木的数量差不多是无法度通计算除了会当做粗重的木梁之外，还佫会当用来做真好的船的即个木材。
乐财吼，船的边仔骨啦，边仔骨吼叫做乐财。即个礼句吼，我早一个大概要哪读吼。甘字典，白话当然叫做边仔骨吼，都无啥好讲吼。读做力或者是棍，差较侪。就是经络迄个经，但是就是无迄个德字头，就直接嘛是会当直接读棍啦吼。肉的溃烂吼，筋肋经络叫做筋肋，肺筋血筋吼，肺筋的血管才对啊吼，肺筋筋骨吼，筋骨吼，溃烂就是筋。好，一个是力，力就是肋骨，伊写肋骨或者是平髎骨，肋骨平髎骨。好，咱来看大理大词典吼，应该是力啦吼。来查力，我用汉字即个力字查，无收。所以鬼色我查鬼色力，肋骨吼，拄则甘字典嘛有收肋骨吼，力的肋骨，或者是我讲嘛，还有啥物？髎是拄顶顶的肋骨部分吼，髎肉。我毋知各位捌听无？我毋捌听过髎肉。髎肉就是肋骨遮的肉啦，吼，叫做髎肉。底的肋骨叫做排骨吼，或者是肋骨的部分会当读做偏 ，PHIA 偏髎。偏骹只偏我知啦吼，骹只偏伊肋骨嘛是骹只偏，所以这偏我即嘛才知影讲原来是肋骨啊，骹只偏肌骨偏髎小偏吼，偏肌骨就是肋骨吼，我搁条讲边仔骨偏肌骨吼，偏肌骨。我今仔才学着呢，我真正遮大汉毋捌听过偏肌骨吼，偏髎。偏髎是毋是敢若只敢若动物偏髎肉吼？偏髎骨嘛是肋骨，肋骨是讲我着无迄号大偏髎骨吼，偏髎骨、偏肌骨吼，拢是肋骨意思。颠倒我用力去查，无看到边仔骨吼。我查者鬢 PIN。第几声 ？PIN 宾173253，边仔骨款应该是第二声，无。第二声无，第一声咧嘛无，第三声嘛无，第二声 PIN， 第二声哦。但是我伫咧大理大词典无看到鬢有三个字啦吼，鬢寿元书吼，做鬢笔公鬢立鬢吼，鬢官府即个鬢，一个是华语的别针吼，就是伊讲语言是英语的聘吼，就是鬢这古早就有即个英语就传来吼，鬢吼，鬢簪吼。第三个字是用竹篾。
鬓，就是无即个鬓仔骨的鬓啊。为什么我查袂着？鬓仔骨，个阿情变调哟，鬓仔骨，我真正查无。第七声无，拢无呢。歹势，我毋知影为虾米无收吼。好啦，转来就是只讲，迄树林啊，这树仔的树木诚好，会当做船的即个绿材吼，或者是个啥平肌骨吼，平肌骨吼，平肋骨、平肌骨吼。迄寡木材用刹车啊对遐经由开有道路的边地，真容易刹车啊，会当刹到即个海边。迄座森林也有一条会当饮用的清水的小溪吼，就是迄座森林内底有一条细条溪啦吼。即个伊讲即个自立地的到1656到6号里的所在吼，即个立地是对朱卡小即个地名，即个地名敢若从来毋捌出现过，可能是lapid，或者是老佛老笔的误写lapid吼，老笔。咱伫咧读即个就是拍卖即个白关的内底有拄着有读着，毋是，是读迄个电话机时有读着老笔吼，老佛吼，老笔即个地名，即个村写的名，讲可能是老笔的误写吼。我想要查啥物？我想要查讲。伊讲的即个森林到底即马伫啥物所在？当然这歹考证啊，咱搁外行的吼，真正无法度真正看。咱约了看者吼，药港是窑港吼，就是兴达港。兴达港伫倒？兴达港伫即马叫嘉定吼。应该是嘉定嘛，还是嘉定吼？我无解清楚吼。茄定啦吼，茄定乡较早个乡，因为茄定区吼。兴达港，我用地形图看觅啊。56号里，号里好快吼。我咧读迄个啥物Formosa under the Dutch， 一号里敢若几啊十公里，我就袂记偌长啊吼，我一看哇，一号里遮远安尼吼。所以即个倒山，我若即嘛看地形图，看开是伫我看觅路。即只应该嘛无算有山，搁较山哩东边吼，就是即个大冈山。大冈山看真正是看若敢若一只岛啊安尼吼。我看卫星图。卫星图即嘛看起来，就是大冈山即嘛阁是算，因为是山嘛吼，无啥物开发的所在。后来我阁转来伫记者看觅者，讲对lapid或者是老笔吼，差不多56号里的所在。一个非常水的原野，伫遐有真悬大的树木，但是原野毋是讲山，因去到迄个倒山后面，伊是安尼写讲倒山后面自lapid165到6号里的所在，有一个非常水的原野。好，倒山毋知啥物所在啦吼。
后面看袂出来。好，歹势吼。你若大约啊有小可有一下印象吼，啊以后若来到即个位啊，想要家庭的，就先搭讲遮啦吼。这还个什么所在？罗德阿莲吼，你则注意即只看是毋是哦，佮有即个诚好诶即个树篮。好，10:31已经超过啊，所以咱今仔日读到5月16号就好啦吼。一礼拜又搁过去啊吼，咱礼拜日则搁继续来读出死线，感谢各位吼。咱有一寡新朋友啦吼，即个金豚爸吼，真欢迎你吼。记得敢若你有甲有开一个房，但是我毋捌入去过啦，歹势有机会再入来听恁开讲。啊，搁即个宣父，真欢迎老朋友啊啦吼，感谢各位啊。我看一下笔记一下吼，笔记，我看刀吧，着3年拄则有写笔记刀吧，刀眉刀面吼。刀柄是刀柄吼，刀喙、刀肉、刀面。3年有写讲头起先刀少先拍互淡，手换刀的角度上界要紧，刀肉甲刀手保持伫15度到20度，一骹刀出力爱平放，顺光势甲落去磨，刀面刀角拢甲磨甲。到面到角，所以面角啦吼，面角就是安尼来哦，刀面，所以安尼记会牢嘛，刀面迄个面角就是刀面来吼。好，安尼今仔学起来吼。好，过来是头家举刀伫碗骹床底，这是考试的题目就对啦吼，刀喙。是啥物意思？我看无哦，啥物刀喙啦吼？画刀喙。哦，画刀喙。刀伫碗骹床底画刀喙。就知影刀喙。我感觉大家讲的刀喙，应该是刀刃。嘿，是，头家举刀伫碗骹床底。哦，你知影有时啊吼，我袂记看着啥，可阮母啊较早嘛是安尼吼，伊会用碗迄个碗底是一个，敢若要怎讲，一圆嘛吼，一个圆圆的。迄是因为是头，要怎讲，迄遐是无药嘛，无迄个上药啦，因为迄较早放伫你烧的时阵，放伫炉仔内烧，下底无可能上药嘛吼。所以就用迄来咧磨刀。较早我袂记看啥，敢若阮母还是阮爸还是阮某，我袂记啊。当然回来回去安尼磨刀啦吼，用咧磨。所以你遮是要添迄字吼，我讲磨刀伊是讲挂，我即个汉字我袂晓读哦，画、带哟、敲，我毋知呢。这中华民国的台语就有学问，毋是中华民国闽南语就有学问的吼，我袂晓。好，过来是边仔骨吼，我拄则一直读边仔骨吼，这甲你看吼，就是肋骨吼，肋骨吼，因为平肌骨扑起来，那亲像鸡的心吼，鸡心，所以医生甲即种病号做，即边读哦，禽胸哦，禽胸啦吼。较早我虽然听讲禽胸吼。是第5音，琴声啦，变调第5音啦吼，第5声，琴声。因为即个肋骨就是斜肌骨吼，平肌骨扑起来，像鸡的胸骨吼，所以医生把即种病叫做琴声。较
较早我小学一个同窗的吼，伊著小可琴声，就是伊即个声坎中间才是凸起来吼。无看到可能真恶相像，毋是讲介明显啊，小可尔吼。但是因为安尼所以伊的声坎看着较阔哈，着看的较汉草较好啦安尼吼。完全符合对应华语，乐句有三笔序号吼，字幕音读释义，第一拼基骨吼，第二拼了骨吼，第三边仔骨吼。好，我都安尼读好。拼了里肌肉吼，里肌肉就是拼了吼。OK， 今仔学着。好来，真感谢各位吼，马文、田洋兄、珊妮，感谢恁提供遮尔多真好的即个资料。好，来，咱今仔读到遮，感谢各位，我来关房了吼。来，爸比嘛，真多谢。多谢阿元，多谢大家。